来看台北市南港区有里长集团带里民到中国江苏的无锡来游览，讲6天只要15000块。也毋过，这个游览的行程除了参观“一带一路”的建设，阁有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带人去参观，所以就有里民来投诉，讲这恐惊是中国统战介入选举的手段。咱这边的政治学者讲，中国用参访的名义拍入去基层，介入台湾的选举，已经有真久的时间了。以往敢若邀请到里长，即摆是扩大到里民，毋若对选举有影响。集团的里长嘛要注意，恐惊一个无小心，就会卡到贿选。集会彩绘撮互线，囡仔回家真欢喜。伫咧上古早味的景区散步，感受历史文化底体。中国和台湾语言会通，所在嘛近，真侪人想要行去遐耍。毋过，却传出北市南港区有里长要带里民过耍，内容煞出现争议。金额是比较便宜，好像是15000左右，有人大带你去参观的部分，好像有点统战的意味，所以建议我们就是家人就不要去。这部小交流团6天5暝，包大包批，规当去迪士尼一抓敢若新台票10000块，有带里民去看“一带一路”的建设，甚至有中国人大商会安排参访。即马我近大选的时间，感觉是中国的介选手法。他们是私下来纠团的行为，但是这个单子却没有给民众。为什么可以跟中国人大常委这边直通常委？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国安单位跟我们民政局应该要下来了解。奇怪，参访团敢若一惊，甚至讲主办方是上将，里长是上靠近民众生活的人，为基层下手拍入里面的生活。专家就发现，2017年前中国参访团邀请的对象主要是里长，不过即马扩大到其他里民。参访的人员进行一个思想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，也是希望说他们回到台湾之后，能够扩大他们本身对台湾社会的一个影响，其实也可以算是贿选。如果说今天他的自费金额很明显的当的话，那这个我们政府是有可能就会进行一个侦办的。中国透过里长集团向社会博感情，现主是大选的敏感时期，要更加注意，斟酌分辨是马子，或者是敌情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